继续过来关心花莲大地震了后的消息。花莲大地震，除了讲有人家厝倒去，真侪校园嘛真正力。连假了后头一天上课，其中包括呢综合大楼呢灾情严重的花莲女中，因为其他校舍影响较无遐严重，依然正常的上课。估计一礼拜后拆除时间就变成线顶的上课。另外包括主这大学这个校舍内，包括这个电脑器材拢歹去，今仔日是停课无停班，教职人员呢爱整理校园，希望讲会使赶紧恢复。还有因为地震引起大火的东华大学理工学院大楼校方呢已经决定要找所在重建。条仔饼装拢落了，更紧嘛拢看会到，结果完全变形。花莲女中综合大楼的校舍大地震了后，成做一栋危楼。多少都有一些啦，但是倒没有变得那么恐慌。OK， 是校方还蛮贴心的啦，会透过一些社群告诉我们家长目前进度的状况。上课不会待在上课。今仔日早起，学生原来到学校上课，不过校方为了安全，就急要把这栋大楼拆除，全力无营灾后重建。年初估大概是2亿2千万。拆除的那个时间会进行线上授课。对，我现在就是在检查电脑坏掉几台。伫花莲的主治大学灾情同款严重，伫咧12楼的团部系电脑教室地板拢溃做火，电脑甲器材设备嘛因为地动损断了真厉害。1楼的图书馆，阁有真侪位漏水，天棚嘛破损。今仔日早起停课无停班，教职员拢总动员到校内来做恢复。教室里面应该大致上是完整，都还好，所以我觉得应该马上可能明天学校就会宣布我们回去上课。而且目前呢，我们就是外墙跟这个有部分的瓷砖有脱落哦。那主结构是没有问题的。花莲女中今仔日正常上课，按算一礼拜走完流程了后，开始拆危楼，拆除作业开始就互全校线顶上课。主治大学今仔日停课无停班，职员全方面检查校园安全，9号互学生家己决定要线顶也是正常上课，10号正常上班上课。那东华大学嘛，因为真侪建筑毁损严重，需要进行恢复来保障学生的安全。东华大学理工学院嘛，因为地动引起的火灾，结果严重毁损嘛，红大红单。花莲大地震灾后的重建期，校方爱赶紧甲校园恢复，莫互学生的受教权受到影响。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